這場成果發表會在動感十足的體適能的教練帶領進行開場的表演，展現青少年的活力和熱情。會中經過10多台的動靜態的體驗單位，展示青少年多元的課程探索的成果，包括有手沖的咖啡、烘焙、餐飲、職業探索、和情緒排卡等。我們今天很高興要辦理我們的青年探索班跟台南市教育局的一個社區師傅計劃的成果展。那每年這個時候，我們現場都會熱鬧非凡，因為會聚集很多我們的業師啊，還有我們社區師傅的友善店家，他們會一起來進行一個成果發表。那其中呢，他會擺示出他們在整個課程裡面，希望讓學生可以體驗到的一些，像是烘焙啊，那或者是指甲彩繪啊、美容美髮啊、咖啡啊、烘焙這一些。所以這些都是時下年輕人非常非常喜歡的課程，所以我們其實很多的學員回來的回饋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要在此非常的感謝我們的兒少協會長期來協助我們教育局這邊來辦理我們的青少年的探索班，那也要感謝我們所有我們的協力單位我們一起跨網絡的一個合作，讓我們青少年的輔導工作可以更加緊密。教育局長陳新輝表示，台南市自行開發的社區師傅計劃已經執行1冬，招募超過100間以上的社區友善店家，擔任學生的職業導師，經由陪伴和實作，讓學生學習一技之長，讓因機會和關懷，慢慢的培養正向和健康來發展。他們在支持關懷之下，其實他們知道人間是有溫暖其實有一些青少年問題，確實是來自於失功能的家庭。父母親也不能夠說，他沒有管教，而是他也不懂怎麼管教。如果有的再加上他也不管教，事實上失功能的家庭就會讓這些孩子呢，失去了親情。那我們如果社會還有溫暖，還有很多的單位來接納他們，他們就會走向好的一個發展方向。所以我們教育常常講，你把孩子推向一個不好的團體，他就會學壞；你把他接納了，往好的方向去，他就會變好。所以每一個孩子18歲以前都是未成熟的個體只要我們給他機會，我相信這些孩子在我們關懷之下，他的心是正向的他的發展也會更為健康。離青少年探索班對106年起，跟着離校協會來合作辦理。協會理事長施炳輝嘛表示，今年度探索班的課程，除了延續專業的職業探索以外，嘛融入了在地文化，跟着多元族群的特色。這個探索班是幫忙一些青少年那他不喜歡讀書，對讀書沒有興趣的人，我們輔導他就業，甚至回歸學校就學。那我們在歷程當中看到很多學生很迷惘，不知道未來的生涯規劃在哪裡。那透過我們給他輔導，透過我們給他協助關懷，他們甚至找到自己方向。有的如今已經上了大學了，有些在職場有了一片天，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那我們給他機會，我們給他舞台，他一定會表現給我們看，他們一定會做得更好。今年的話，我們是跟在地社區來去做合作，那透過設計為期8週的青銀共融的團體，跟實際帶青少年學員進到社區來去跟長輩互動。那透過這樣的互動，也讓我們的青少年學員對於長輩有更多的了解跟認識。尤其現在在超高齡社會的到來，那高齡的族群是多的，是需要去重視。那我們青少年族群也是一樣。那透過這樣的一個互動的課程的話，讓我們的青少年學員可以對於長輩會有更多的了解，那也讓我们的長輩可以對我們青少年族群有更多的認識。那也在未來的時候可以讓一起來關懷這些青少年，讓我們青少年有更好的發展跟發揮。會中市府副秘書長徐建林嘛代表市府感謝相關單位投入青少年的輔導、關懷、跟培力的工作，並且一一來辦證感謝狀。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